身體喺個炎症入邊咧，係咪已經好多毛病嘅？炎症咧就令到傷口爛埋。炎症咧長期出現嘅話，其實個腦發炎嘅，神經線發炎嘅，可能肝臟、脾臟、腎臟、肺部都會增加發炎嘅。啲膜嘅細胞發炎嘅時候咧，其實身體咧要做兩樣嘢嘅，一個咧就製咗一種物質咧叫做 glutathione， 記唔記得呢個字啊？佢係一種抗氧化物，即係避免個膜嘅細胞受損。如果增加咗呢個風險嘅話，個問題咪多咗咯。所以壓力嘅管理係好重要嘅。原來咧科學家講咧就話我哋今時今日咧壓力嘅任何人咧，其實係需要面對現實。有乜嘢營養係可以幫我哋增加我哋嘅情緒好啲呢？各位朋友，經過我哋有好多心理專家解釋呢，就話我哋一定要腸胃要增加腸嘅益生菌，聽過未啊？各位朋友，我哋一定要令到身體排毒功能要做得好啲，咁即係增加肝臟